好啦，咁啊而家咧喺中國內地咧流行嘅用語啊，叫做衝塔噶。嗱，衝塔咧本身就係一個打機嘅用語嚟噶，但係而家咧就變成咗係一種叫做咧係借啲嘢表達不滿咧嘅熱潮噶。嗱，由於以前喺中國內地你要用各種轉彎抹角咧嘅方式表達對個政權不滿噶，嗱，因此啦，你可以話咧搞到而家咧更加咧民怨沸騰噶。好啦，嗰啲咧叫做轉彎抹角咧嘅方式係越嚟越多而且個類型越嚟越唔相同。好啦嗱，所以即係暗語多咗，暗語多咗咧就導致個禁語係越嚟越多。嗱，咁有好多唔少群眾咧就係唔覺意踩中地雷，踩中禁語就忽然之間咧被封鎖賬號噶。嗱，咁即係話咧佢完全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就好似以前咧有中國內地嘅網紅係上載係影片有架坦克車。嗱，坦克車咧令你諗起係6.4。好啦嗱，淨係一架坦克車就已經立即導致佢咧係所有賬戶咧被封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